你的嫁妆啊。我感觉足危险啊！我看大家的架拢老火啦，遮恐怖啊！掉落去歪的。什么路会路歪的？技术歹个怪路歪。我看到遐个动物啊，遐个鱼啊，我感觉有淡薄仔新鲜啦。一台车沿一条路行，南来北往半山过岭。一支车牌啊，藏偌济故事。可能开后一站，敢是三块厝，拍一张青春的公车票，予我来做主，有事无事坐巴士。到啊吼，多谢。前票下车。好，多谢，谢谢，拜拜。我即马来到这个所在叫做埔后社区，大家对埔这个字应该是较无熟悉的嘛，较罕咧看的。而且我对埔这个字嘛听过真侪无同的讲法，所以咱今仔日来到这呢，唔那是要了解在地人是安怎生活，嘛要了解因对埔这个字的解说。来到埔后社区咧，会看到鱼sư庙。这鱼sư庙是全台湾第一间，嘛是唯一的一间鱼sư庙。这鱼sư爷的成灵尊哦，是迄当阵60多年前的大丁岛的居民，因对中国大陆要耍来台湾的时阵呢，因特别奉请来的神明。咱等下要来看过，所以一定要来拜拜，等下才会平安顺遂。咱这社区是毋是一个多元的族群啊呢？多元族群，对啊就是讲足济族群啦，比如包括讲这是迄个浙江来嘛，大丁啊，对。啊嘛有这罗马人族嘛吼。是，这个埔嘛吼嘿嘿，埔这个字吼，罕咧看的啊。对嘿，啊伊是啥物意思哈？这是由来是日本时代制糖社会。制糖制糖就是讲咱遮这个所在有做种足济糖，靠咱这个漂面粉也好，茶也好，去烧啊风干。是。啊，风干你就爱种个一铺一铺，啊，就咧分啊，分落大，啊，所以甲念做铺。哦，铺一铺两铺的铺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名叫做铺埔后就对啊。安尼由来。啊，另外我有听讲，这个埔那个嘛是一个制糖的所在的，迄个场所的名就对啊。对，嘛有这个说法就对啊。哦。这个是他是酋长，你看92岁了，身体还这么壮呢。 92岁啊！哇，看得出来，92哦，差一岁。我有来带钱。好，你导引。啊沙呀拜达。听就看伊这款大家吼手牵手跳舞的感觉啦，因为安尼吼人甲人之间啊，都无迄个距离，啊，你会感觉大家吼伫这个时阵吼是上欢喜的时阵。我感觉报喜啊，赚到安尼，乱入成功。倒卡，正卡，倒卡，正卡，倒卡。咱小等下要来看钩，看钩是啥物意思呢？就是一种捕鱼的方式。啊，钩是啥物呢？钩就是这网啊，等下就是要把这个钩啊，要放去大海，放去外海，然后呢，大家就做伙把这个网啊，把这个钩给扭转来。
我中昼有食饱啦，等下吼我应该有气力会去看歌。准备要来看歌啊！紧的，这歌吼有2边啦，啊另外迄边吼已经编好啊，我就要来参加这边的啦。啊，我的组员已经拢伫遮 stand by， 我要紧来看歌啊。这腰带就是讲吼，你爱做头啦，啊用这个腰的力量，好来，腰，哦对，这个手放在唇子上面，对，放手这样直接的，这样。好佳仔，平常时的腰有够粗，有够用啦。哦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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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拢总来！上大尾有山岛。我哥还是最头哦，真正又要迄个咧啊！我要问看卖到底爱搁游偌久啦？歹势，借问一下吼，这有偌远哈？偌长？300多公尺。那安尼看起来爱搁游偌久？有一半无？超1/3啦。哦，1/3，啥物1/3？好，我继续，袂用个平淡。这边已经上来，我们要快一点啦。我感觉看歌真正是一个同心协力，不管头主啊吼，爱分迄海地啦，甲全村的人拢苦来招来看歌，因为吼人愈多吼，啊这力量就愈大，啊今日就一定会大丰收啦。哦，总算是摸到这歌啊啦，但是呢，到这阵还未看到半只鱼啊，不要紧，大尾应该还搁伫后壁。应该有美人鱼啦。有看到鱼啊！哦，来，开始收这个。看到看过起来，迄个渔获量真正会互人想要流目屎啦。你看咱遮侪人，吼点外钟仔咧看歌，但是看起来小鱼2、3只尔，安尼咱就会知影，其实即马咱的迄海洋的迄个资源是真正愈来愈少啊，所以咱以后吼食鱼的时阵吼要心存感恩啦，而且吼咱会记的就是鱼啊，若是较少，若是是保护的鱼种，咱就莫甲食，吼啊，但是安尼一个看顾的方式咧，就是上古早的一个文化，咱嘛是爱甲保存落来，互咱的子孙会知影，较早咱的祖先咧食一尾鱼啊，是偌辛苦的代志，哦。讲今仔日吼，无算是大丰收啊，但是呢，嘛是爱感谢天公伯啊，互阮今日看歌圆满达成。好，辛苦啊，辛苦啊！猫家哦，真正是足安静的，嘿啊，足有宁静味的，像头先迄安尼菜车啦，大家来买物件。啊，来到遮吼，嘛有这像这画图彩绘啊，啊，迄嘛看起来敢有故事呢。每一张拢有故事。我看到这吼，伊佫有写这迄潮汐表呢，足有心的呢。好，大家知影讲，咱遮吼，当时是巴楼，当时是苦楼安尼，嘿啊。完全拢是遮的。祖先留落来的，较早硼火嘛有。哦，硼火是安那叫做猫蚵，就种咱讲猫着啊。这个蚵就是船仔拢唔免出去外海，这个蚵内底吼，就会当趁食。4、5点仔出去，8、9点仔转来拢3只3板船，满的机会安尼。满载回来。这10年前，阮一个潘老师，为着要吼兴盛咱猫蚵的原貌，内底有。北皮鱼，有鳗，啊有巴郎，吼，啊佫有莺歌，啊佫有贝蚵，贝蚵遐嘛是，嘿对。顶牛啊，是，即马拢差不多绝种了啦。
来哦，烧哦。哎，谢谢哦。就香的呢，哦，这小干米粉哪是小干？阮家的特色菜大饼莲，一般请你试看卖。哦，多谢头家。买。搞加菜呢，真好真好。好，我即马就是要来食这碗小干啊米粉，够香的啦。这汤头足清的，但是足有滋味的。头家，你这汤头吼有厉害哦。对，阮这米粉汤内底嘛放石花果落去做汤头，这是较特别的所在。是哦，你讲伫咧海底迄款石花。对。哦，第一遍啉到这吼有藏石花果落控的这汤头真好。头家，你安尼一碗米粉啊？嘿。有这大只的这小果，啊嘛有一只大只的这虾啊，对，成本足悬的，你安尼卖敢会袂好哈？会啦会。咱这海产来海边啊，就是要食海产。这海产拢用这当地的食材，当地这食材啊。这小羹啊，原来是这附近这大只船仔掠的。啊，甲因配合，因船仔转来敲电话来问，啊，阮再去提回安尼。头家做问者。像怎只有一支条啊？因为伊早只即间是捕鱼网啊、拍鱼网啊一个所在，所以一定爱有这条啊、甲条啊恁甲连起来，网啊则看有倒位拖拿去捕。啊，伊即个条啊，毋是安尼尔，伊头壳底佫带一米的深度落去。哇！所以你甲看，伊一提成型一来石头拍起来，你看偌大条。哇，这条石头有够大条，而且足悬的呢。对啊，我即马徛起讲嘛。我差不多162公分。对，你差不多一半罐。哇，所以来遮食饭吼，迄目睭爱闭互甜。伫咧这古早厝内底吼，有真侪真特殊的历史甲文化。有事无事坐马事。伫东北角遮咧有真侪渔村，像我即摆徛即个所在，马澳就是真高级的一个渔村。啊，另外阁有一个所在叫马港，嘛是真有特色哦。啊，我即摆就是想要坐一帮社区巴士要过去，查看卖好啊。哈？已经过啊，哪有可能啦？我已经提早15分钟来遮等啊呢。哦，用行的好啊。风真透呢。马港的庄仔头都伫头前，都要到啊！大家看到这，有看到这海角无？三雕角就是圣地亚哥啦，就是迄当阵古早时代西班牙的人，伊行船行到这，看到这个海角，有够水的，伊就讲。哦，圣地亚哥，哦，就安尼赞叹啊！圣地亚哥就变做咧，咱在地地名叫做三雕角啦。来庄仔头踅踅，真正是一个足够水的渔村呢。歹势，歹势，你好，你好。好，二八姐。我看到这厝安尼，外口看足水的呢，是安怎贴哈？贴甲足水的。迄度险西有去海边仔厝的吼，去拍的啊。哇！啊，搁请人担转来哦，担转来搁请师傅来贴。所以较早吼，要去一间厝是足无简单的代志。足无简单的。啊，借问姐，你住伫咧这石头厝内底，敢会冬暖夏凉？啊，冬尾天啊吼，嘛是会寒，东北风拢伫遐海边仔起来。啊，就迄当阵啊未特工啊吼，啊，就开这窗仔门看海影啊。这即马封起来，你讲窗仔门敢对？对，啊，就是咧开哦，有看海影啊。海影若来就紧走啊。是哦。嘿啊，对啊。你去开看卖啊？我开看卖，真正哦。会使啊。好，我会说你的。喂。所以这较早，敢若
开一个尔就对哎啊。呀，啊你好了，你人去哭了迄个哦。好，我会说你。哎，哦，这就是较早石头厝的窗仔门呢。对。啊哦，阿兄若来就紧走啊，是吼，哎，走人兜去。爱去避就对啊。对啊。哦，哦，阿嬷，我看到你的嫁妆啊，紧甲扛起来，无哎，无事，无这个代志，扛起来。歹势，交了未？你好，你好。歹势，交了未？嘿，买咧，嘿，安怎呀？我头拄仔经过啦，嘿本来是想讲这石头厝可能拢无人住啊，有啦，结果嘿啊嘛，阁是足侪人阁住伫遮呢。对啊对啊。啊，即马厝边头尾是毋是住的人有较少啊？比起较早，有啦，村头尾啊，村头伙仔就对啊，吼。厝边隔壁大家拢真迄落真亲切安尼啦。啊，若囡仔出去外口吼，礼拜时啊拢会转来去钓鱼啊。啊，若假日吼嘛，足侪人拢会来遮。啊，就是要想要讲吼，甲伊保存起来，安尼，嘿，甲这个所在保存起来。行伫这庄仔内啊，都爱安尼哪吹哪看，嘿，吼对啊，啊无伫脚头拄着猫咪，对啊对啊对啊另啊，外对，就是这。这是我翕的相片啦，啊，拄我伫庄仔头内底做一个展览安尼。啊，所以你若是想讲要安尼甲翕倒来，啊留一个记录是啥物款的原因因呢？为是算拄我有这个机会啦，展览的目的嘛是想讲要互大家看这个庄仔头，有偌济其他特别的所在，啊，搁有一寡咱足介意的因素在内底。是。因为伫这边啊，时间过了足慢的，一般拢是在室内你放规排放好好看。对啊，这个方式就想讲，我这张相片伫倒咧翕，啊，伊内底猫咪，你就伫迄位看到这张相片。哦，就是讲吼，我若来到遮看到这张相片，我应该就找到遮的猫咪，就是差不多就是这这两只，边出现安尼。就是伫这搭就对啊。对对对所以对对。猫咪伊嘛是有迄个地域性的就对啊。有啊有啊有啊。哦，迄边敢若阁有？有迄边阁有。遮嘛有一张呢，伊安尼探头。对，拢是咧登角的所在安尼探头伫看的。哦，足够水的呢，所以为着要翕相，有当时你爱等足久的吼。对啊，拢伫遐爱看等啊，等因看镜头迄个瞬间。哦。这两张是同一只。啊，这只嘛吼食较饱哦。这是内底上大啦，锅的。系啊，过年过节食较好安尼对。算这边的人，因嘛是拢对猫仔算足好的啦。很友善的嘿，对啊。拢算最友善的。对啊。啊，拢伫这边生活嘛是算讲，因免去烦恼讲有啥物危险。嘿，啊免烦恼讲三顿爱顾巴肚。现在要穿到安尼呢，因为吼来到马港遮吼，一定爱来找遮的国宝啦，吼爱甲因学习这海陆的文化。伫遐，这里哦，慢慢行。阿姨，阿姨，我来啊！我准备好啊，我准备好啊。好，等下等。我会惊啦，因为吼，这就会等下我进开对无？对。爱进偌久？今个你无开就对个。哦，好，所以哦好，我真正就紧张的，好，不要紧，我。深呼吸。好，深呼吸。啊，我先来去。嘿，啊，我伫咧遮观察，啊，我看，我等下再甲恁问。阿姨，是啥落来啊呢？那个，你过来。我给你啦！长来，阿姨根本就是美人鱼呢，哇！所以爱安尼，啊对。好来啊！来。OK。还好啦，没关系。阿妹，我
10号水。叫我看一，因为遮有影，我徛袂住。我若无甲你看，我都出去啊，我都出海去啊。哦，我感觉哦，这海路吼，毋是凊彩做的啦。第一吼，可能爱食较有分量的啦，较袂凊彩就去互迄海流甲戳去啦。吼，啊，另外就是目睭爱明啦。哦，有对无啦？我找无物件，我头拄仔险险要去互海流冲去呢。怎无咧？哦。哇！我感觉吼，我今日来吼，是恁，互恁两个加蛮坏的啦。没啦，哎呦，就歹势。没啦，没啦，没啦，我没学就是安尼啊。没有来这就是爱学啊。我真正是菜逼班呢，我很菜啦。那恁都市人，就更小了，更小。害呀！而且吼，我头拄仔吼惊到，因为迄海影真正足大，一直冲，一直冲。就算讲你较大条，但是嘛是甲你带走，所以我一惊到我突然间诶，救生衣在你海清，哦，真正哇，真正就配合您诶，哦，这个，我刚才有两位公司阿姨，我头拄应该已经去，唔知去倒一国啊。哦，咱来看一个，今日有啥物收获？有这。咱直接看就好。海胆，这拢是螺啊嘛？鱼啊。哎，这粒是哦。海胆。伊还搁咧活对无？啊，搁咧行咯，嘛是有丰收呢。减丰收就是啊。对啊，有一寡物件。你若要食一顿就无啊啦。诶，我可能半顿就无啊，我可能有食。对啊，所以大海边就是安尼。对啦。挖山食山，挖海食海就对啊，所以就是有啥物就食啥物。对。我伫石火板对面还佫几遍的脚，几遍呢。加石的头，还佫洗，还佫芳呢。啊若山虎草，像咱咧卖山虎草迄种的吼，你著有这凉拌。哦。啊，是阮咧，啊若大冬尾天咧海菜底吼，阮这海菜吼，这就拢有这青葱啦、炒啦，是哦，哇！诶，但是两位啊。水阿姨啊，我借问一下吼，恁两位安尼做这海路做偌久啊？从几岁就开始啊？我13岁就会晓啊。13岁就会晓，13岁就会晓。是妈妈头我来海班就会开始。是啊。你讲自主因就做到即马，是吼。系啊，海路就要心团尔。是吼。啊，这都无人要来学啊。无好赚啊。无好赚就你艰苦啊。真正就艰苦。哦，我听到这两位海女阿姨咧讲啊，我感觉吼，咱台湾人吼真正爱珍惜啦。嘿啊，你看，咱平常时吼，搁爱开钱坐飞轮机吼，去韩国看迄海女的文化，啊去看伊安怎采迄个紫菜，唔免啊，免出国啊啦。咱台湾是啊。你讲自主因就做到即马。是吼。这个北冰配这个起来遮吼，该当定的，该当电的，拢加强的，就去加强啊，有去扣。大家好，我是一粒米。嗨，一粒米。我是第一届来后人。我想要甲你谈点一个，我常讲才有一个笑好，对唔对？笑好是啊。要安怎记？我要去，阮遮等下拄要去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嘿。所以笑好是恁兜的。哦，阮有分，毋是阮兜的。阮就好，足侪人讲假呢，敢若果冻方式的，啊，今仔工课伫遐大河岸顶，啊，假啊做起点，啊，豆啊做维护这样，安尼。哦，好，啊，我嘛会当甲你斗相共安尼。好啊好啊，咱讲斗搬石头嘛好啊嘿。
好。好，出发了。那无啥吧？啊，你是负责什么工作？咱那边做什么？哦，破车头啊。哎。这里啊，啊。啊，李书记哦，我看这个桥好真叫够水啊。系啊，嘿嘿。有偌久的历史啊？这个哦，200几年啊，200几年，220几年。无讲者，佫有之前遐倒去后300年。啊，皇帝的时阵要放弃啊？这个所在是已经拢倒几啊遍去啊。因为伊人阮讲石虎你拍吼，爱讲哪拆纸咧。因为伊拍毋是一块一块，是用拆的拆纸，拆去一日就拢一起啊。所以爱拆拆修理啊。啊，修理啊，拍就去修理啊。为什么要拜拜啊？第一，要求讲啊，石虎拢安尼歹歹，拢歹歹。吼，啊，第二来的人拢平安。吼，啊，第三就是讲，逐年拢会种互遐渔民遐着满载。有个作用，恭请水仙尊王、水官大帝、海陵尊王、石虎公爷，敬旗降下，风调雨顺，敬香。啊，李书记，我问你啊，为什么要跟这个小石头啊，跟伫遮？放这就是第一要拐悬，啊，你即摆甲看哦，这若石头放安尼袂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哦，爱迄落90度角啊，来敲一下。这个。你看吼，哦。啊，你要徛起来安那，就要搁放这落，搁放几啊咧？这做小数。辣椒爱地要够，爱地要饱。地要饱了后，再搁放咧，啊，安尼才好就变90度。咱红菇饭就是敢若半椭圆的。啊，你要这个较好的上顶顶就是红菇饭爱出来。所以修理桥哦，那会当爱用树蜡，嘛爱用头脑，对不对？拢爱。哎，你袂当我要叠，袂当我要叠烧啦。啊，为什么红菇饭你知？红菇饭的水内吼会破水，水内伊会甲分掉。第二，伊水淹起来吼，伊要顺起来。顺水起来吼，就袂去破坏规整体。所以讲，几啊百年还佫有法度存在，一定爱为个方法啦。啊，伊像拄来甲拆就要拆。我讲这种修理桥好的工作，应该是少年要做的工作。我看这拢是大人，你咧较大。哎，无少年的啊，这85岁快。哇，85岁。85岁少年的啊，阮较济刚才会无来。会当做这种工作，真正无简单。当然，这款的工作变做讲，你若无继续搁栽培这人才的天上好的人才落吼，你即摆拍拼嘛无效啊，对你过嘛是无去啊。所以讲，阮嘛有甲学校咧配动讲，迄个户外教学，互伊兴趣尔，有这个物件，有一天伊就是讲，搞不好我有想要来。摄入这点来加减做维护，啊，甲地方做一个贡献，啊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啦。阮较早你派去政府拢无资源的时阵，像我拍拼打骹手的人哦，伊嘛是将金钱拢帮忙啊。咱爱栽培这个要照顾就好的人员，这嘛是足大的，咱继续落这个条件。啊，我听讲较早有足济。像这种桥好，足济桥好，啊，即马剩几个？我无几个，有13个，不过出2个。2个尔？一个是校管，一个母奶。啊，伊我所在是专省，有这2个就好上完整的尔。啊，伊的工法啦，嘛只较独特啦，系啊，甲外围较无啥共款。所以讲维护起来有较困难，啊，不过愈困难的物件吼。愈有成就感，嘿啊，成就感愈悬，我感觉我紧，就安尼拍拼咧，嘿啊。啊，为什么你要坚持要继续做这种工作？因为我感觉足危险啊。
我看大家迄架拢老火啦，遮恐怖啊！这无啊一工无的啦，所以阮无感觉啥啦。阮嘛甚至有阿公啊伫顶头拢摔个栽落去的。啊还好，阮有牌吼，有牌有保庇，阮拢虽然我有疼有空，不过阮拢足平安。嘿，啊嘛为着要报这个祝福，祝福并毋是对阮来讲已经毋是讲要生产的物件，是阮伫阮外埔这个所在，尤其是像讲后人，也是苗栗，也是台湾，也是世界来讲，拢是足重要、足重大的资产。在地人爱做在地工课吧，啊，阮在地人毋做，要叫谁做？当然，阮这个责任要担起来啊，啊，工课嘛就做。做大虾，乌鱼，这尾鱼啊是别人掠着，啊，毋过为什么要互你啊？啊，因为今仔是我户主嘛。户主是啥物意思？户主就是吼，阮这是股东的，啊，若钓到今仔你户主今仔你有权利人掠，别人就应该无权利啊啦。啊，若有想到较大尾鱼啊，就爱若掠着爱互还户主。啊，若细尾啊早想，即摆你走你掠迄种细尾啊，我拢互伊啦。啊，我较早吼捌掠着红柑哦、红柑哦，迄款的一尾10外斤，我捌掠20外尾。伫今年4月，旧咧4月19迄阵啊。伫遮？伫遮掠，伫遮掠。你当时应该足欢喜啊。哦，真欢喜。祝福若要掠有鱼啊，第一吼，爱这风哦无大，啊个影无遐大，所以今仔日拢无啥物。我今日明仔载过来，我明仔载我相信你掠着的，明仔载我别人啊，明仔载我别人毋是我啊，阮教路的啊。哎呀，真复杂，教路的，真复杂啦。嘿嘿。来去冲音哦！靠腰，来，我都听到。哇，这是叫做陆地冲浪板。陆地冲浪板。啊，因为即摆若是讲伫海底啊，风影伤大，也是袂使耍的时阵。对。但是阮要搁练习嘛，要练习就爱伫陆地上找即种的物件来使用。这甲滑板同款，对不对？甲滑板。这嘛是滑板，但是伊较大地。哦。一般用的滑板有的较细地。啊，伊使用的方式无啥共。这爱搭配这支，这会使调整伊的长度有无？调到你的目睭的头前。哦，收长啊。安尼。安尼。嘿，咱要起立的时阵，你的头前脚先起立。伫遮。哦，然后爱安尼30度。哦，你的重量爱放伫这面顶。安尼你有。1、2、3个点，你就袂拔倒。你若无这支，你无这支，你甲两只脚，你有当起哩，你就拔倒，你会受伤。了后后壁脚才起哩。安尼。对。啊，你要前进的时阵，你就安尼慢慢上。啊，你先去。好。我对你啊。好。哎，莫手紧啊。好。哎。我袂记得安怎用，你位后边安尼吐落，安尼吐落，塞落，嘿。哦，6十。你莫甲我比啦，你甲小朋友比。等好啊，10分钟我甲你拼。好你10分钟无问题。不是话问题，一条路是歪的。什么路？路歪的，技术歹个怪路歪，你慢慢安尼。超车呢！真无载啊！我拄啊，厉害，拄啊比你较紧啊！系啊，你去互迄沙子冻掉。对啊，系啊。安怎好耍无？好耍，啊毋过我是马拉松选手，所以我会脚力较好。啊毋过这种运动是需要手力。我无手力，对，无靠，我手力无靠。你遮对我来讲，我唔敢落水，所以。这个物件，对，生起来袂歹，因为我当，是安怎？我细汉的时阵，破落去
客啊来底，啊11点啊饮食啊，所以到头我不要收水啊。但是你我会惊。但是你袂晓收水，你会咧试新的物件，我感觉袂歹。对啊对啊。像台湾就是足侪家长，就是甲迄囡仔讲，海边足危险的啊，唔好去啊。但是我感觉较重要是讲，你爱教伊讲你安怎做才袂危险，对吧？我囡仔去家己体验。对。来，把那个塑胶的捡起来，放袋子里。赞哦！哦，那什么东西？哇！哦！我去收个风景头。所以你无咧冲影的时阵，你拢会无咧冲影，甲囡仔做伙深滩安尼。做活动啊，静态，因为阮遮的囡仔因就是爱生水嘛。对。爱生水的时阵，我是感觉讲，莫讲互因，干那来海边啊，只有耍嘛。你会使安那回馈，也是讲你爱护这个所在。因足爱这个所在的时阵，伊就无爱遮变垃圾，你知影我意思？对。这是非常重要，哎，保护咱的台湾的风景。即马全世界拢在做这个代志，最重要。哎，向你的笔录啊，敢是你？唔是。啊，你像阮伫遮捡粪扫的嘛吼，啊，阮就叫迄囡仔去捡，比如讲漂流木吧，啊，种捡一寡会使用当去做玩具的物件，哦，啊，伊当去，伊就家己去创作安尼。Tony，我问你啊，啊，你想要做一个海洋的教育？因为我想讲，啊，台湾就是海岛国家嘛。啊，问题是其实学校内底足少甲这个海洋有关系的物件。你去海岛国家，你若是唔捌这个海洋吼，你就对你家己的国家了解无够深。我感觉对囡仔来讲，你做一个海洋的教育，对，愈早愈好。对，当然啦，愈早愈好，对。啊，你想要来住伫遮，因为遮较偏僻啊，你感觉对囡仔来讲，住伫土市，敢会较好？啊，对囡仔伫这个环境，我感觉讲大自然安尼吼，安尼大汉，我感觉对因是真正是较好。啊，因学足侪物件，就是为耍的内底，为咧佚佗的时阵，其实伊都咧学啊。唔是讲你要学物件，一定爱去学校才学有啊。比如讲囡仔去冲浪，啊伊即马冲落，啊伊即马就摔落去。伊想要搁要耍，伊就会搁爬起来，搁试一届，一直试。啊，有诶足侪，我看到足侪迄囡仔。会多起来啊！伊摔落去伊就无爱啊，伊就无爱耍啊。系啊，所以因若是讲伫这大自然安尼佚佗吼，伊家己会去学习一寡代志。啊，以后啊，拄着困难，伊会较对哦，面对生活上的困难，就是迄个讲生活上的挑战，就是讲伊会使面对迄个挫折啊。对。准备要来唱水啊！韩教练，我来报道啊。好，你好。这是我的装备吗？对，无错。啊，我来你确定一下，啊，你敢有我防晒？无，我今日我知影要唱水，免个无。我一寡装啦。好，我是说无要紧啦，系啊。啊，因为防晒会影响下骹的水质，嘛会影响下骹的生物。是。嘿，哎这吼设备吼要徛爱洗哩，爱安尼徛久。吼，那甲迄老岁仔有安尼，老白手安尼，安尼吼，安尼较袂去受伤啦，嘿，保护家己的腰，等下要落水啊。
哇，真好呢！安尼唱水以后坐伫遮安尼串一个，袂歹。韩教练，多谢你。头早拢互你照顾，真正我感受到教练你真正是足有耐心，伊会互你一个足稳定的一个感觉。其实咱台湾哦，虽然讲是一个海岛的国家，但是咱自细汉吼，都去互时代吼，爸爸妈妈长辈甲咱讲，迄海吼足危险的啦，离较远的啦。会啊，较早是大人做事，若要落来耍水，爱头走落来啊。你住伫海边，要耍水爱用头走的哦，哇，那会遮古水。会知影落来，会知落来生活淡淡。啊，落到下晡正转去就拍打。偷偷啊耍就对啊。所以转去到厝，身躯是打的啊。其实我感觉落吼，我看到遐个动物啊，遐个鱼啊，我感觉有淡薄仔新鲜啦。因为伫个水底内底啊，那个无压力，吼，啊嘛无忧愁，吼，遐鱼仔拢安尼，目睭安尼金金安尼甲你看啊，就很天真迄个感觉。下顶足放空的啦，像要落去另外一个世界安尼，你敢会看到你的噗噗啊，听你的噗噗啊声尔。对，安尼，哇，安尼，敢若家己的迄喘气的声。啊，其他的就是拢静的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若像一般的游客来啊，伊若是想要来唱水啊，你看，天气还可以，你都会甲带伊落嘛？还是你会评估无共的状况呢？第一件是评估安全吧。第二件就是人客落去耍的品质。是吼。系啊。啊，若今日你看，可能会较多，还是安怎？你敢会考虑甲带落，还是？基本上拢会建议人客另抓才过来吧。是哦，啊，你唔惊人客走去，头家上惊人客走去啊，生意就做无成啊，嘿啊。毋过你互走去是无要紧啊，你毋好带伊落去，互伊看是看无物件，伊会认为恁遮就是安尼尔。哦，我知啊，因为教练你有看过遮上水，你一定啥物款的状况拢看过啊，对无？较落的、较清的拢看过啊，所以你会希望大家来拢看到上水的一面嘛。因为你若讲水足清的，连我逐工咧看，我就想要落去耍啊，落去浸一下水啊，耍一下，啊，若用着揸相机落去翕相啊，系啊。算是一个记录安尼吗？去看看的啊，嘛等于咱咧巡啊，巡看卖有物件放去袂。有啥物宝贝有去用破坏掉无？对啊，爱去看一下。对啊，所在家己的，你若家己无去维护，谁要来维护？系啊，谁要来维护？对啊，啊，所以你会拢足想要落去看看的，嘿，啊，比如讲若带人客来，咱就想要加帮人客翕几张相片，互人客加一寡回忆，然后做纪念，嘿，然后会惊人客，咱就互伊生活欢喜的，吼，啊，达啊教，培养伊对大海的了解，然后对家己状况的了解，互伊较袂惊海水安尼。啊，然后用个维护这片海洋迄个心安尼，因为你一定介意，你才会想要来维护嘛，对无？一步一步来安尼。哪做你嘛拜啦，王爷你嘛拜一个。水仙经越过去，换过你都袂减袂。红心你嘛拜啦，药王你嘛拜一个。一面墙搬一出去，咱的梦。演到何时？月亮赶日头，风美